埋都輸埋。咁佢本身個人今年季度最佳係54秒8啦，咁53秒1大幅進步啊！今年係啊，嚇，補查196啊，上 CT。因為佢喺初賽咧，陳藝岑咧係慢過隊友劉晨宇嘅，但係劉晨宇嚟到呢一場咧就好似跟都冇得跟。反而咧，如果陳藝岑嗰個線度調翻轉咧，當然冇咁多如果啦。但係真係如果跑到唔好咁外線咧，未必冇機會追前面嘅選手嘅。後邊佢再追翻上去，追近咗嘅。咁呢邊男子400米啊，今日最後一場嘅比賽，咁就而家選手入場啦。首先有兩位中國選手啦，兩位卡塔爾選手同埋兩位斯里蘭卡選手，總共5個國家。咁就初賽咧，已經有兩位選手打破咗呢個賽會嘅紀錄㗎啦，特別係卡塔爾嘅選手同埋阿聯酋嘅選手蘇萊曼啊，兩個都係 PB 嘅時間同埋紀錄嘅時間進入呢場決賽啊！睇下陣間會唔會再快啲啦跑得。咁第二線有中國嘅葉偉欽，第三線係泰國嘅盧安西。等呢個起跑即係跑埋先。咁啊，個時間上用配限都係唔緊要啦，因為自己係都前面㗎啦，金牌攞咗所以而家準備就400米幾個啦。到呢邊準備今日最後一場壓軸嘅賽事男子400米決賽，就留意第5線席爾馬哈馬特同埋第8線蘇羅曼啊，兩位選手初賽同埋 semi final 咧都非常之輕鬆啊，跑得冇其他嘅對手騷擾佢哋。呢邊起跑啦！哇，起步好快喎！冇錯，第8線嘅蘇羅曼，哇一下彈出去已經過咗第9線嘅斯里蘭卡選手啊！入邊卡塔爾選手都跟得好近啊，馬哈馬特望住佢嚟追，但係見到咧蘇羅曼真係拉得好遠啦，已經去到對面200米都係蘇羅曼，加速啊嚇，已經有接近1秒嘅優勢啦！哇，完全冇任何保留啊，拉得極遠啦已經。入邊嘅第5線嘅馬哈馬特卡塔爾選手開始追翻上嚟啦，但係見到第8線蘇羅曼呢已經係有10米嘅距離啊！冇錯，哇好難追啦，已經兩位卡塔爾選手追一位阿聯酋嘅選手，前面阿聯酋選手開始慢咗少少，後面卡塔爾追緊上嚟啦，追唔追到呢？去到後面衝線都係阿聯酋嘅選手蘇羅曼，44秒8， 44秒85啊！新嘅賽會紀錄，非常之出色嘅一個時間啊，同亞洲紀錄係爭半秒嘅啫。第2名45秒19啊，卡塔爾嘅選手，兩位卡塔爾選手啦，去到後段都逼住佢啦，但係都俾唔到好大壓力佢，因為佢前面呢200米已經打得超級快啦，冇人追到佢啦。去到後面，就算開始收慢呢，都已經追唔到佢啦，因為前面都打得太快啦。第4係斯里蘭卡，第5係斯里蘭卡嘅選手都係，兩位頭5都係進入46秒內啊！見到兩位斯里蘭卡選手係同一個時間，跟住有第6嘅中國選手葉偉欽46秒83，好犀利啊！under 45秒嘅成績，非常之快嘅一場比賽。起步已經係好進取，好進取啊！冇錯，見到佢去到300米嘅時候呢，已經係超越咗外面斯里蘭卡選手薩德夫噶啦。